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今仔日咱毋是啥物做食的节目，但是要甲你讲，安怎食，哪食哪画，随着画家食遍着台南的美食。这人是啥？这人叫做侯文钦老师，这府城在地画家，专门咧画小食档。啊，毋但是小食档，还佫有真正的美食，你甲看出了这本册。哇！我甲你讲，你若看到现场的画作，看来遮状元过，大爱150，小爱90。我来讲，这就真正会当实践着咱对着画作真正的理念。侯文钦今仔日世界万人台，甲你哪食哪画哪讲。哎呦，阿董咸糜呢？来哦，土出咸糜一碗。胖华你要几碗？我甲你讲，应接鱼肚。头家，恁即摆这时间还佫有下啉饭无？遮哦，画作顶啊，侯文钦老师伫遮。老师，这大这是什么意思？阿董咸糜大一家。我听讲哦，最近起啊作响的，啊我会记我古早哦无遮贵，所以白白去摕这个菜单来搭来食。我会记，阮也是900尔咧，啊即摆阮节目我特别为着阿董哦，我做一集呢。安尼哦。嘿，特别来讨论讲到底起价是有合理也无合理咧。哦，合理的这哦足好食。这足好食吼。啊，像这安尼100度吼。这内面会记得迄阵是画这情景啊！你家己安怎想的内面？拢总画365间哦，啊，便拢食，啊，老板讲会使我画，一间，竟然无爱我画，就高看。我迄个老板娘伫遐咧办了，啊，我叫一碗伫咧角落遐食得要了，我老板娘讲会使我画，我已经猜了，袂使。我袂使，我啥袂使？啊，你有看外口的游览车一排哦，啊，你有看？安尼哦，安尼我放过啊。意思讲我当无用对啦，啊，等我收了，你看我食袂完嘛，我收了。我爱规气摆，互你食咧。对，要甲你赶了对啊。啊，但是我伫迄个角啊吼，看老板哦，迄个姿势哦，实在有够水。伊哦，伊个咸饭毋是煮好的。伊是现伫遐，现咧煮的，现咧煮，然后淋料啊，我迄煮势哦，我翕转来画。哦，用翕转来画。对。哦，是哦。但是我会感觉吼，老师你这个画作内面哦，拢有迄个速度感。哦，敢若迄个咱咧摄影的时阵呢，迄个街拍的 snapshot， 迄种感觉吼，啊，一个景深安尼，尤其这个人这个动态，哦，你感觉真。那是亲切啊，尔，迄拢是有即个突然间看起来，咱的英语讲叫做 glimpse， 吼，突然间咱看到，哦，对呢，这是我的故乡，吼，咱来看另外一北，因为哦，足侪北人爱来讲，听讲吼，侯老师讲吼，你每一北度基本上拢有一个女主角啦，哦，啊，这个女主角是倒位啊？一个贵妇人哦，这个贵妇人，这一看这穿这个，这叫做吼，伊咧穿迄个三宅一生的衫啦。但是咧食碗粿，你食碗粿，食碗粿嘛是真好，这就是师母了对啊啦。来，师母来，主持人您好，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甲你讲，我今天是三星优秀，你甲咱讲，这档是什么档？这是阿母寮菜市啊哦。哦，阿母寮菜市啊，你敢知影？咱人哦，这透早起来就去看遮尔精彩，安尼规个拢充满色，迄个生命力。遮尔精彩，你看什么？咱百货公司后卖衫，逐项拢有。啊，这间厝呢，佫是侯文钦因的好同学哦。啊，因东涌的厝，你看因爸爸坐伫遮看报纸，啊，逐拢
逐工拢爱交一单，拢爱交500块，来叫来讲一下，处来一个，处啊，你看这个，我拢同学啦，高一的。这你食物啊，讲你看手摕到半过，啊，搁你看物啊，这实在是台南的。食去看，这个看，搁想要想看下骹，搁要食倒一单呢？北区你减轻咱的看落去吼，内面的主角吼，咱敢若对着这个师母的这头家安尼看吼，看看恁父亲坐遐看报。对，你上下就是讲，我爸爸吼，是来伫咧看报纸，伊这个围墙啊，就是这广场是到10几档的。啊，我爸爸迄阵退休了吼，65岁退休了，伊拢伊的生活就是拢伫即大家安尼行伫遐看报纸。是。这个饭桌啊是1939。嗯。啊，这算个。那袂生出来。这应该是台湾有史以来即摆还佫挖掉的这饭桌啊。我伫厝，阮兜住伫附近尔。哦，伫附近啊。行路然后免几啊，我就奇怪，阮爸爸大家做伙食饭还会足少顿来食，听讲哦，拢食，拢食外口。啊，对，拢食外口。拢去外口食。啊，这第2代啊，哈，这第3代，我发觉哦，有一个胃口毋对。你看哦，因若迄个菜哦是长形的。鸡甲汤是圆的，啊！我画讲，人做名是迄个炒卵，迄个干妈咪炒卵，啊，无画着，叫我去上网去抓图，啊，人这应该爱4角的啦，不是圆的啦，所以要快一点闹开，去用点出来。对，啊这个为走的钱，所以算算个，他这真正当几块？2000块赚200几块哈。吼，就用这个认真，咱一般平民的这个气息吼，尤其老师佫讲到这吼，这龟口灶，就是咱台湾人真勤困吼，啊，大家规厝高的人拢落来斗相共安尼吼。伊第2代伊是大学生咧，伊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普勤大学的，听讲芳这个。对，芳这个毕业的啊。就我来咱闻到迄个恢复原味，你知道？咱迄饭桌啊吼，我奇怪，尤其迄饭吼，老实讲，迄饭拢是古味，但是迄古味有一种煲起来真好食，那是无爱踮咧厝里食，拢是走来遮食。咱过来看吼，另外一帮，即个。师母弟的吼，这第一美女主角，来看，这个阿明知心的，阿明甲阿文啊，阿明甲阿文的兄弟啊，实际上有3兄弟啊，一个叫阿肥啊，阿肥啊老大我唔知老大叫阿肥的，对阿肥啊，阿明啊哦上好，因为地点上好伫保安街排队就15分钟啊。啊入去，伊佫调过去，甲你叫你坐哩啊15分钟，啊互你点了，佫等15分钟，所以逐遍拢爱等咧4、5分钟才会食。计等啊。计等。啊，2个兄弟啊，像即个伊伫迄个马地附近啊，迄我做好食的，猪尾啦啥，啊2个兄弟啊，这老二，这老三。啊，这模特儿是师母的。对。哦。这免钱的模特儿哈。哦，真正呢！啊，恁拢去的时阵，咧画的时阵吼，譬如讲，这阿明阿文啊，敢要互你画，还是我国爱改安尼？有啊，竞争啊，高正。伊偌好诶，伊做震撼，做爱讲话，做和善的。是咯。台南。啊，这画落去敢有送落因啊？有册啥拢？册有送册啦，有送册互因啊。多嘿，因为阮为时常拢会点咱。即摆去食嘛，较俗啊咧。有这日常羹啊，哦，有这酷胖羹啊，哦，是。这间是倒一档？这日本料理吼，这个头家吼，自开始为了怎熟悉嘅，啊，迄阵伊个互请，啊，这有去日本学的哦。啊，去调工去日本学。有去日本学顿啊，互请。啊，到这几档来，咧画一张的时阵，已经家己开店啦。
哦，所以你看到伊咧成长的对吧？干嘛带某生囝？所以你头一摆画差有几当进前？然后7当前。 7当前吼，7当前来咱个头前。7当前。 7当前啊，所以伊去日本学回来，带某生囝，搁开第2间店。啊，搁有即摆搁有1间啊，哇，唔知像必应就像的吼。我家己画的。你家己画伫遮吼，是。若无即个一只哦。嘿嘿，这主角啊，配角安尼吼，这安尼真，这人拢画0点钟啊，画0点钟啊。虽然咱看起来敢若视觉是主角是这，但是马上会咱看到说，这内面这个光影吼，伫遐内面变化吼。你家己画了遮济百吼，你当比你落去迄阵时，一直画到即马才有几档。 我从细汉就伫顶下骹画古人画人迄个岩仔组啦，出山啦，订婚比咧画啊，所以哦，所以就看到啥，中间有间断啦，间断10单5单安尼，但是做认真画就是200搬去花莲，以后这10几单。对，我就知影讲伫花莲画头几千磅几千磅，便当清理，搬未回来咧吼。但是我有感觉吼，夏老师有一个画图，即构图顶头吼，上甲无人，甲一般人无同款所在。迄构图内面吼，迄目睭咧看即个角度吼，咱拢咧平平啊画即个平角啊尔，伊拢有顶头落去，啊无就强咧，处咧角度是较无同款。 哦，啊，佮有在地这个感受，哦，咱来现场来，佮来其他的所在来看卖，啊，佮有其他啥物台南在地哪画哪食哪画。郝老师，这档吼，我有看过你画啦，这档什么特色？你甲观众朋友小解一下。这哦，内底包盐水你看，哦，你捌食过哦？ 你看你是盐水派还是无盐水派的？有盐水派，甲无盐水派。有咯，即摆少年囡仔为了见盐水派，啊无盐水派哦。咱吼郝老师咧甲你画的时阵吼，你会感觉讲这样怪人安尼咧甲你画，敢会？袂啦吼。哦，迄足久啊，迄伫阮老迄真。哦，迄个。啊，恁老的啊，啊，怪用烘的呢吼。对。你看，这哦，敢若咧咱细汉时煮碰糖安尼，迄种感觉吼，火炭味安尼。啊，咱这拖糖是本地伫厝诶做好，还是共挂？伫厝里做。伫厝内做好诶吼。做安尼其实好。啊，我爱包盐水诶。对不对？有硬也无硬的咧。哎，硬过，我看硬过较好。硬过较嫩。硬过较嫩，今仔是真正。 分着老师福气，分着师母福气，有通啊食。哇，很佳呢 ！Table service，table service。哇！胖啦，夭寿胖啦，你嘴软唔通流来，滚种，啊，若就这画这档，老师，你头食这档好偌久？ 画作紧，我未超过1点钟来画起来。老师吼，画了吼365幅图，恁兜就700个。第一代伊出2本啦。哎呦，内行咧。有影，啊，画你会记，富城土头汤，赞。赞。石前骨的大面吼，石前骨的大面哦。啊，这档吼，其实啊，这个蒸吼用来是迄个蒸骨的蒸啦，不是迄个精神的蒸啦吼。啊，毋则下骹写一个迄个蒸骨的蒸啦吼，啊，毋是迄个精神的精啊，所以大家哦，念台语的时阵要注意吼，哎，石前骨大面。 你直接无拍车过了，
出去啊！哇，我哪会敢？我无拍出过，我哪敢？哎呦我叫落落去呢。哇，无拍出过嘞！原来老师你拢无拍出过，再招，介少，哇！因为爱为爱抢时间啦吼！爱抢时间。这档老师你他讲这本地是恁这搭吼，伊过到细细搭，两个伫迄个迄家内遐伫顶仔骹呢。伫顶仔骹。我是听阮二姐讲的，阮爸爸拢食这搭。恁爸爸拢食这档，食因爸爸煮。对，我咧，知影。实在讲吼，做小食要传承无简单。做到二代，做到三代吼，做精致，搁简单譬如讲做食的吼，爱认真，真付出努力。是啊。你来，老师你当一坐落来，你就开始定调，这有啦，有迄个心内知影咧画啥，主题是食嘛，伊咧煮面，咧煮面，所以食较画到，这村里拢我白画了呢。其他意思表达了啥？因为伊咧煮面可能吼，这个动作甲画出来。哦，抓迄个心。对，这甲抓出来。煮面啊，拍来拍。对，安尼。哇，这无简单。这咱我刚才讲，我今日老师甲我传酒，我煞唔敢听呀。真的，那本地我俩这讲延毕老师话。应该要1点钟。1点钟以内。1点钟以内个。即摆是炒初步的。普通愈啊紧啊，普通愈啊紧。普通愈紧吼，半点钟就炒。半点钟我度甲画起。哦，你看你歌顶就出来啊！你有时足侪人吼，足侪人客安尼。爱赶时间的吼。搁爱唔惊人看，人啊问题啥电数是对啦，啥物话你这油问到你才来你这油的啊，是水擦啊，是啥物话吼？哦，伊个甲你加减问啊。拢爱应付，拢爱应付。有影无简单的吼。好啊好，好安尼好。哇，意思。啊，你看我咧收愈较紧哦。是啊，我咧收单愈较紧。哦，赞，感谢。我咧收单。哦，今仔学着呢，吼，无怕车课，爱先甲即个鲜明的彩度较悬的先点出来。颠倒安尼。颠倒摆。哦，安尼。咱伫画室咧画有哩啊，甲倒。好，大部分时间啦。咱好，会当来小食一个。哦好。这是我的目的。哎。头家拜托啊吼，谢谢。一般人讲台南人真好甜啦，但是我讲这甜不多好，我喜欢米线，米线蒜头导入。我讲，虽然台南正港的台南，别位嘛无安尼用，吼，但是师母，你是对花莲给。你从啥感觉像？我拢感觉米啊伤甜啊，吼，米啊我拢感觉足甜的，感觉伤甜。然后我感觉打面那会遮细碗，遮细碗。哦，虽然即摆是下晡4点吼，我们食甲真好，因为这吼，迄胡椒咬啊愈好，真爽口。哦，而且个虾啊，即摆虾啊吼，变搁较大尾呢。哦，你在虾啊，这个。哇，老师，咱主要去打。他多少这个头老粉？无啦，就吃头老粉。哦，真头老粉，好些。搁另外，搁边仔咱来食。拢有，我要米做也是。安全食吧。安全食吧。牛肉。
规抓的，贵州的吼，安全是吧？规抓的，酒精菇，就真就是咱来说哈，酒精菇安全是吧？第二代的可以个，我刚才看到这尖头古米，哇，你也看，尖头猪米不比你拢食米唔知影是尖头猪这。尖头古米吼，啊内面吼唔是透明的，哦，这内面吼有小可青白啊，吼，唔是透明的，迄表示呢，迄糖化去，糖化了，迄食到甜甜。哦，是安尼甜哦。绕味，我这你说，哇，哦，我今日呀，真正分着老师好去，哦，足赞。好轻松啊！我叫家人们教吼，我唔通安尼叫，爱安尼食。免叫的啊，哦，就是说，有，无透粉，无透粉的，无透粉，古早味的吼，无加味。实在是，我在人实在是，足幸福的吼。真正足幸福的，佫够食，佫够话。庙济啊，古鸡济，小吃济哈。人足幸福，从透早就开始有肉汤。有影，咱晚年4百档哦，老师你佫找咱，带咱佫来游一摆。迄出第三本，出第三本吼。哦，过来哦，会甲你敬哦。我有足过经无共画着，也无画着哦。有诶，敢是你头一摆去食，头一摆画敢有？有啊，嘛是有啦，吼，加加减啊吼。有啊，但是有诶嘛是渐渐要小心。对啊，所以啊，这嘛，我哪有食了我画。食落我，食落感觉，怎样甲讲？食落感觉。但是这嘛画起来，这个画册嘛，敢若历史的呢。是啊，是啊，嘛是等下消一个过程。失去嘛。就想要甲这半碗讲，小杂一下吼，小杂一下，小静者。我嘛想要甲食完的。好啦，包起来，所以啊，佫下一个目的就。哦，老师，你会讲你一工上最画了5担，档，嘛是食了5担的呢。所以70到变82就是安尼来。哦，有当是大量关切来关的呢。我讲啊，不要紧，嘿，不要紧。咱是9月画到6月，所以即马开始画，所以愈来愈紧，愈来愈多。哦，夏天安尼对啦，真迄个。哇，真正无简单。啊，因哦，即担吼是会暗的啦，普通人讲早起的，对，然后几担拢这个一担足久啊，足久啊嘿。我20几年前要甲采访哦，哪记绝咧？我是赶菜个，食我就菜了。直接甲采了。好啊，但我这好食是安怎啦？哇，你无肥才怪咧。哦，咱他因为隔壁咱本来要食清清楚，楚，清楚讲明仔载要去日本做。即摆我甲伊讲12点就要来啦。我要转来甲改，阮某讲免啦，反正我无转来甲改。哦，所以咱本来要清楚嘛。隔壁清楚。啊，拄好伊也暗时有开安尼。我本来就2担，我要这。哦，即安尼若要逐工食透透，我看哪食1担呢？所以讲要出第三本，出了第三本哦，师傅就随甲你讲啊。我即摆在动啊哦。哦，我看你还牵豆茶啊。哦，没有。牵豆茶啊，吼。有兴趣食啊嘛会晓画吼，应该在会当小可少一下啦吼。哇 ，OK，算了，真正是要来阿下饭店。
OK，好，爱注意看哦，这台南人才会安尼啊。阮这放假就袂芥末啦，节目台南人啊，饮食要国际化。有时啊为食迄个面啊，啊有时啊为老板，啊有时啊为店内，啊上关记录一日为5担啊。哇，老师，咱想要一十年吼，好阿霞饭店。啊哈，我了这是啥物？这个讲八宝丸。八宝丸哦，这八宝丸哦，顶头这是即摆用马吉哦，用马吉吼，啊，但是迄皮是用猪肠油网西，油网西吼，啊，你来试看卖吼，啊，爱注意看啊，这台南人才会安尼啊，阮这放假人就袂啦，这台南人啦，知无？知无？这就是啦，老师你甲讲这是啥物？这叫那 master 啦。哎，这是芥末啦。芥末。这台南人啊，饮食要国际化，这是自细汉就有啊吧？哦，一定啊。做所以我来甲你讲，啊这吼，这八宝丸，这嘛是甜，吼，好食吼，好食。水就吞落去，老师，刚刚搁这子呢，这安全是吧？这个温等，温泉，啊这飞机，哇，这种看就是土鸡啊，地心。哦，我家在今仔无这阿明阿文啊，啊这是啥物物件？观众朋友有个人唔知啊。金马吼，来这金丸，这金丸我摕一下。这不是三色蛋哦。我来讲，我坦白讲哦，这几档的这金丸有改良，改良，粉的迄个感觉较无去，哦，啊，感觉较绵，哦，啊，而且吼，够香啊，啊，迄个马铃薯啊，啊，甲这个胡椒啊，混合啊，个迄个虾啊，啊个真肉，混合到真袂歹。这以前阮细汉时感觉粗无爱食，这即摆改良啊袂歹，哦，但啊，世上哦，我上爱食这个。这哦，安怎讲？细汉看到这个，就是我就抵抗啊。拌节操啊。我看到这是代表咧拌节操啊，啥？所以我拢是较无咧食无，要拌豆。所以咱若去，比如讲，咱若去青煮，还是去食烟泉食吧，时阵切这到底这三项是一定有的。但这安尼是算作是好食的、歹食，还是较无食的人会当食着？这变做一般的小食内面拢有。吼。苗情的吼，苗情的。够 Q。我即马就网价，应买无啥有这种味啊，有啦，但是迄做迄较无咱台南种软 Q 的感觉，吼，看到这个代表今日食青菜，有人咧办到啊，有人咧办到吼，啊，这行就是免讲，你讲这野生的哦，这野生的乌鱼子吼，我也是向食一个。应该是这菜，我讲吼，应该是这酸啦，应该是这酸啦吼。因为我甲观众朋友小解释，这样，这野生的顶头才有这啊，顶头这，不错，才有这。安尼小可拍打，安尼若是养殖的吼，真金的，安尼，哦，我台南人吼。食乌鱼子拢食啊足大地啊，足大瓣的啦，拢规面啊，规皮的你要食规皮阮放啊，假拢食较真，规皮唔敢讲幼秀啦，足当生的啦，拢薄啦。哦，很野生的，乌鱼，唔敢讲。哦，
一路食啊，差不多我一礼拜食。要规矩安食。老师，你安尼，即摆佫保持安尼，逐工会做安尼食袂？对啊，像阮遐朋友，大时啊做伙食饭。少来。啊，但是话就不一定嘛吼。话啊，写生咯，就是一直咧写生。嘛是会写生就对啦。人物啊，啊，画室内底画啊，拢有啦。写生画室。画室即马是画迄个为着要70回啊。好。啊，因为出站哦，我画一个叫做哲学家系列，要画70个哲学家。世界各国的哲学家。古今中外古自历史以来哲学家。哎呦。画了70个，已经画24个啊。已经画24个哦。诶。比如讲啥物迄个达摩啦，吼，孔子啦，Socrates，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哦，是。啊，这个亚里士多德，哦，这应该是这个，这是因的心态。是。对哦。哦。无怪伊推出单个。哦。摕来你看棒球哦，摕一袋来。啊，秘鲁。较贵。哦。去棒球店食。你观众啊，恁这一定爱的，这若配这个秘鲁哦。看棒球。甜甜咸咸。哦，我讲这一定会红的。对。哦。这是沙白鱼的味。哦。好。我绝对是啊！对啊，这老师，你阵来画时，还无这嘛吼？还无这嘛吼？还无这，啊这边啊，搁这啥？你讲那个啥？鱼皮，鱼皮啊有金刷，那咸肉两个，咸肉两人呐，来试看卖。老师，我讲你，这鱼皮啊。这也是唔系啊？敢新加坡的迄个，这应该是南洋的啦，南洋的啦吼。哦，怎么样？这个鱼皮啊，沙白鱼皮。啊，佮袂油哦，佮袂油哦。哦，袂看高干的，足香，香，啊，佮袂油，你食喺内面免配，你看我有配啥都无，茶也免配，我感觉这有影做得袂歹，吼，但是你讲有安尼，一项，还是讲你大部分看，我看你拢为了大景，气氛，小景较少着，小景较少吼，我觉得做迄个。画图迄个特别的画，较爱画大景，较画大景吼，气氛较意境。阮大景就讲，比如讲咧，你几个画啊，细个我怎啊画安尼这安尼。安尼吼。我定定习惯上爱几个画啦。无啊，我感觉大景吼，嘛有大景的好处。大景就是讲，你要安怎讲这个故事，每一个人看的这个角度，像咱看的迄个阿母寮迄爿。我感觉迄爿吼，像我讲吼，迄爿卖100万就不为过。我感觉迄真正有价值。哦，哇，这吼，刚才讲到食故事咯，讲袂完嘛，啊嘛食袂完，咱真正有够口好啦。但是吼，咱还佫想要来知影讲，郝老师是安怎会行入这画图这条路，是谁甲你牵教？听讲是咱讲吼，新的。新老师。咱头到一连串哦，咱们台南市的街啊，有街头宿舍，后头哪家哪画吼，啊，其实我是无画啦，哪家啦吼，但是我还是一个疑问吼，就是讲，这个哪家哪画吼，
当然对一个画家来讲，吼，这是一种创作的这个方式。但是我想，对着夏老师来讲，应该这有，尤其你在地的台湾人，这个意义是啥物？是记录你家己的人生，还是要记录你在地你熟悉的这群人？夏老师，你认为？你讲的两行拢有啦，两行拢有。啊都，还是要记录师母。迄个吼，一定来，老无伊哦，都无度的啊。本来就做爱食啦吼，啊，就原来做爱画图啊。啊，这差不多6、7年前哦，来台南住，佮转来台南住1年以后，一暗哦，去郑大书局哦，买一本渔夫的册啊，佮我就去看伊 YouTube， 讲这台南的小吃无甲发挥一下来个。学一下，来个画看卖。第一暗吼，看完，迄日早啊吼，7点哦，就去6000啊，6000啊，6000牛肉汤啊，上我去，剩迄个五斤啊，剩5斤，啊，就画了，效果都袂歹呢吼，和老板的互动安尼，哇，这个会使，啊，所以就。继续画差不多20张以后，就想咱来规个咱捌的迄个台南这小吃哦，甲画出来啊，是，大家就安尼开始，共享做伙看安尼。所以老师，你这吼前半生吼，你是拢。绘图对你来讲，这是什么意义？是做一个雕节，还是讲我做艺娘，还是讲我有这个才调，我有这个才情，我搁科班出身的，啊，你虽然讲你的家族因为生理的关系你无法度来做这项代志，你是想讲袂使，我一定退休了，我搁要甲画转来，是这种艺术吗？还是什么？还是讲你一路都是安尼算啊、画啊、算啊、画啊呢？虽然讲啦，我即马做认真画，啊，定咧发表，这艺术家的朋友拢认为我算讲咧佚佗尔，玩票啊，无够咧玩票啦，无够认真啊。对，你没有想食搁较画安尼。所以在因的这个纯粹的艺术家的眼中你应该搁较画搁严肃的这个题材，安尼。啊，我细汉做心色的，阮住伫布街啊，民权路迄个丁仔骹，大家拢卖布，盐仔组，还是国庆日咧游行，还是迄个出山啊，出山啊，订婚咧。拢爱按阮兜头前。所以大弟的对你。对，好做心色的，尤其盐仔组。放炮啊！你就看一个囡仔5、6岁，摕一支人的粉笔，或者人的粉笔，按这间画，甲迄间去，拢画啊！你都画观察，所以我5、6岁就做爱画啊。啊，到本来细汉你就知影，做迄种掠学牌啊咧，3米儿童管弦乐团，我有参加。啊，是。等下拢无咧练，所以跟我细汉等下会。啊，到一个到5年的时阵，6年我袂记，有一个机会阮阿姨李姨捌沈哲哉的妹妹啊。新老师。新老师，沈哲哉老师的妹妹，伊阵伫迄个光华路中咧教。礼拜为了儿童班啦。啊，是。所以我6岁我会记6年的多画一担命的儿童画尔，儿童画啊，就画，就袂当画儿童画，因为就变初中。啊，初中迄阵我会记我拢对一阵社会啊，还是要考迄个大学的啦，还是迄个美术系美术系迄种，我拢对因咧画。所以人讲，你也遐个画，我都照安尼画呢。得奖也捌得迄个全省迄个
学生美展的第一名啊。是。哎，咱第一名是高中甲大专做伙的，所以，但是我无感觉我足后悔啊，因为我是因为有迄个环境去接触到，知影安怎画啊。无你客气。你知影画，啊，佫有无一定画出来。啊，我做认真的，我认真啊。比如讲，阮礼拜要去老师遐学一下晡嘛。明仔载哦，明仔载要迄个段考，其实哦，我也是照常去画，只要画一个，不管明仔载要考什么，真认真画。但是，佫作成，即摆来到高中哦，到高二的哦。就开始用钱啊，要准备联考啊，要准备联考。啊，等去。他就等去。我都足心实的，啥都含李安赶班。迄阵我都有预感呢，伊用迄个奥斯卡奖的，我迄阵都有预感，即个可能会以后完事会得奥斯卡奖。毋知影伊遐认真啊。我讲伊两边联考哦，调过考哦无着哦，还会当去读电影。读到要摕艺术学院呢，但是反倒来讲哦，老师对你来讲，你敢有家己？无，我无迄种迄落讲要啊，我要做艺术家。无，我无讲要做艺术家迄种。迄阵时无迄个心情。无，拢无迄种迄落，是敢若爱画图安尼尔。哈。但是。即马嘛是安尼。即马嘛是安尼，对，即马意思即马嘛是安尼。但是你有感觉啊？沈老师吼，因为沈老师是算做咱台湾美术历史顶头真重要一个画家呢吼。伊敢有甲你讲，你著爱拍拼，你行这条路。啊对，讲着安尼对。我咧画吼，伊即马来吼，阮说你喙海拢画袂水啊，好，意思我。你的感情哦，喙哦，伊认为我，伊知影，迄种迄个头壳无共，无像伊的迄种头壳，我无法度像伊安尼，迄浪漫，迄浪漫，对，咱无法度，所以伊有见着我，有建议我去读建筑系，咱就知影着理科的哦。我想较歹读咧，无爱意思啦。就即摆哦，读文科稳啊，成大伫成大迄阵哦，我考着迄个成大器官，拢伫台南，所以出生到做兵，规个拢伫台南。毋捌离开个。对，拢伫住伫迄间布家迄间厝。是。这就是我要爱迄种较安适的生活的款啦。所以你感觉是甲恁兜你家己所存在即个环境、家境的关系？我一到尾啊，我即摆想讲，毋是安尼。我算未满6岁，就用伫来读1年所以拢做细汉。当作细汉诶，所以较无我凡说若较主流迄通哦，我会想法就较成熟，袂讲拢安尼随波逐流啊，直去啊。读小诶，阮兜就你知台南帮吼做生意咱郝老师就是咱台南有名的这个郝家啦，这个世家吼，但是郝老师却无行这条路，但是。我知影郝老师，你嘛有一度处理爱你去到婆罗洲去建厂去做生意，嘛是做了有10工，有无？拢会派任务互我。我拢有接受啊，但是拢行做上好，怎去调咧？去调。拢故意安尼混安尼。就是安尼。对。先倒来，可能你爱画图。对。师傅，我过去安尼啦。师傅，你认为恁这个翁吼，恁这个坎的吼，你认为伊是有才情，但是游戏人生希望讲这人生是美妙美好，甲记录落来，安尼就好，无一定讲唱甲偌创啥。你认为是倒一种？伊无虾米
伊袂种讲爱，伊都真善美的人，都无真拢袂讲去甲人安尼。啊，要争啊，要创啥？无爱，拢无爱的，安尼啊，画图上快乐安尼，所以咱嘛是做太太人上，互伊快乐上重要。啊，无我是较伊做生意，我通算较侪钱。无啦，安尼有够开啊，有够用吼，啊，人生安尼，我嘛是感觉，尤其我认为讲，伊个会画了，佫真好。吼，我感觉这对咱台湾来讲，我感觉真有贡献。吼，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咱台湾的小食，吼，我会记得以早，不管是盐月桃浦啦，还是西川满啦，因家日本时代的这画家拢有咧画，啊，写咧真济，啊嘛是素描，吼，素描，速写，但是无遮精彩，我坦白讲，因为这咱看吼，这有速度感，啊，这多时感。这我唔是挑人讲的吼，这虽然我是我这半汤师啊吼，但是我感觉这真有，吼，继续画落去已经吼，尤其这人，还佫真济人生的故事，咱其实因为时间的因素吼，一点钟实在是讲袂完。老师哦，你甲咱讲这本册，你讲这365天，这是头一本嘛？这2.0啊，这已经第一本较细本，第一本哦，拢。画的现地的，食的现地啊画啦，甲现场，啊所以拢个细张6盒啊，6盒啊吼。哦，啊一张拢差不多画40分钟啊，1点钟啊。1点你较紧的，因为人日本画嘛是啊秀，你看100，哇，伊图若轻慢慢啊甲欣赏哦，足深刻呢。足深刻，有这伊都足深刻的哈。西路店的牛肉呢。所以有时啊画食迄个面啊，啊有时啊画老板，啊有时啊画店内，啊有时啊去对面画店面安尼，画风叫够快。啊上关记录一日画5单嘛，我跟你讲。一日画5单。他拄仔老师也讲啊，我画隔壁讲，你嘛甲我画对，大家结缘起来。啊，我感觉这是你本身就甲台南，就是台南囡仔嘛，哦，啊，这是2.0版。2.0。这2.0版哦。2.0因为疫情啥，关于40间就起来，所以我想搁补画60间。这就像讲的，这60间怎啊画大张啊，啥画大张啊？这边去到遐哦，要现食现画哦，煞真正较无迄个体力啦。啊，那翕转来有一个好处，会使画大张的，完了有好处。大张嘛是哎，大张好处。才有通好迄落呢。哦，我看真正看袂完，敢若这7股的这个5集嘛。哦，这处境这真正，这吼，这我有去食过，咱就知。咱有注意到这张树啊，但是咱就袂去用这个来做这个画景的，这内面的一种主。这就是画家的目睭。迄张树啊，我2、3个月前去，迄个人跟我讲无伫咧，老板话迄张树啊无，趁过厝顶迄张无。啊，错掉啊！毋是啊，迄个伫海边啊。啊，5集嘛有一个故事呢，你敢要听？哦，来。我这边哦，带陈所在去伊个迄个7股阳明庄遐，啊，大家做伙食饭，去啥？去食海产，啊，柯文良讲一个笑话互阮听，就是5集嘛的笑话。阮在食晚餐的时阵，讲哦，迄5集嘛吼，伊伫上海边啊，伫咧迄个啥物迄个灯塔遐嘛吼。啊，柯文良总爱钓鱼嘛，啊，拢爱甲钓竹排啊，甲竹排啊，出来钓鱼。啊，有一日哦，5集嘛，伊咧莫打讲无去啦。啊，看到柯文良来嘛，看啥？敢是你头体？啊，柯文良讲，我遮好意啊，我是头体要做啥？啊，5集讲啥？歹讲哦，歹讲哦。我在柯文良甲你讲个笑话，我来记啊。
五金嘛，五金嘛吼，哇，足久毋捌去五金啊！迄张树也无伫咧，迄张树。说，你看，干那100话了，遮侪，啊，佫有新老师的故事。新老师我佗佫看了一版吼，去食迄个，咱这是迄个毕大王，名山毕大王啦，啊，毋过伫路边呢，啊，下骹佫有一张相片吼，就是你真正查新老师去食。啊，还没着大翕一个。所以你甲新老师差不多做老师甲学生差不多做一世人。吼，你对美国转来了，我即马高中考大学就中断了。啊，到要读建筑的美术大还佫翘起来，迄中断10外冬。啊，拢无有转去找新老师啦。啊，一升大的时阵，心的我有一变去，因为我看咧，也无叫我转去啦，所以我就啊来到伊就去日本啊，所以到35冬了，还可以找。刷来吼，你还佫有啥物计划？要画遍着咱台湾，还是画遍世界？即马面前的计划是70岁，70岁要做一个大展，伫花莲的文化局。哦，师母因住。对，啊，花莲文化局伊咧改装嘛，美术馆咧改装已经特别好啊，已经改装4、5档啊。啊，我要做第1档，啊，第1档佮包馆规馆啊包起来。哇，足期待呢！这是明年的10月的代志。哇，足期待。其实哦，今仔日时间真有限吼，尤其哦，那师母甲这个郝老师的这个恋爱故事，啊，佫无法度讲。咱哦，希望佫有其他的机会来讲这个恋爱故事。毋是超工讲要讲这个人个人的人生故事。其实哦，两位拢有当某种程度代表着恁这个世代的生活，恁这个世代的想法。尤其哦，咱的主题即摆你来看，这整个哦，这画廊内面，拢是咱台南的小食。对这小食吼，你看到人的故事，看到这物的进展，看到这厝地，吼，看到咱这个人生的变化、日益啊，佫咱台湾整个的记录，这样也无简单，你来算做做功德。吼，那是做艺术的功德，咱做咱台湾的功德。对。今仔日真欢喜，后头有食，佫有掠，佫有通学，哦，佫有通看这遮水的画。我感觉这画吼，有当时毋是干那看这个纯粹的这个色彩、色地的美感，迄人生的美好、真善美吼，伫这个画作内面拢有通看。这嘛是咱哦台湾哦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安界上主要的主题，感谢两位，感谢。